67。那个都市里面在街上看到人家烤地瓜的哈，或者蒸的都是这种。57号的。哎，黄的皮黄的，里面肉也是黄的哦。哎，这种是外面人比较能够接受，比较喜欢吃的。这个，那个这个66是会比较大。啊，这个卖到哪里？卖到那个就是早餐店啊，做韩鸡糜。韩鸡糜。哎，韩鸡糜就是66，韩鸡糜产量比较高一点的。66跟57号。我想要请教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种的是叫几号？1号。假的那样。现在种的6号。就是这样直接在种下去。那你什么挖土？假如地瓜哈，你种的话，这个地哈，这个地这个很硬哈，平的，它地瓜不会结，平的，你一定要弄这个土堆，这个土要松的，哦，那个地瓜才会结。地瓜哈，地瓜这样圆圆的哈。卖不到好价钱哦，要这样稍微点长期的，哎，这个长的，那个价钱好哦。那要怎么样才会被种那样？就是要有土堆嘛，要把它土空哎，要有土堆。那不要种自己的呀。它那个挺松的。哎，对。那一次的过程一次就好了，别在还是按部队呀，我是按部队跟他说。也可以，多一点啊。可以，一次多一点，你肥料下够，一次多一点。下后那就会硬的。必须是啊，那个下雨冲那个水哈，就是有下雨的话，那个土就会硬了。所以说中间我们要把它这个土堆这样一次种好这样，种这边啊，过一段时间这个把它削掉，这个把它削掉哈，肥料再回去啊，这个就是还是松的，再松一下，这个给它透气，它的根发育的比较好，不太硬，这个下雨的时候这个泥土啊硬的，水分进不去，空气进不去。